大家好，我係6C86號趙日朗。今日我要介紹我屋企其中一個物件嘅體積。而家攞嚟一個便利貼，佢嘅厚度係0.5cm，然後佢嘅長度係呢啲邊長9cm，佢嘅高度係0.5cm，然後就將佢哋乘埋出嚟，然後就然後9乘以0.5就等於4.5，4.5再乘以0.5就等於2.05，應該冇錯。我嘅介紹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